大家好，我係 Gigi， 2025年全運會香港女子沙灘排球隊成員。一定係殺波啦，因為可以將所有力量釋放，好正。我中意做攔網，因為攔網可以主動出擊，如果可以罩爆對手就更加興奮。我會揀 weight training，因為可以幫助我訓練得跳得更加高，同埋力量更加大。中意自己一個 train， 因為 EFX 提供咗一個好專業嘅訓練場地，個 vibe 好好，所有人都可以好專注訓練。沙灘排球係一個好高挑戰性嘅運動，而我好想挑戰自己，所以我揀咗打沙灘排球。好感恩自己可以都一路堅持，繼續為自己嘅目標同理想打拼。如果俾我用3個詞語去形容嘅話，我會揀專業、熱血同埋有動力。多謝 EFX 一路上支持，我會俾心機打好全運會。